2000卡仔，6條有2000卡仔。咁我啲腳都點咧？打司機啊！問佢腳趾。大家6條有1千，5條有1千，5條有2000啦，咁啊唔得，5條有2000家仔，5條有3000，冇低啲啦，係啊，買唔買啊？係啊，買唔買？買出嚟揸到2000啊！多啦，1000啊，好多個仔啊嘛，早買嘢有買嘅。謝謝咁啦。